大溪是桃园最早发展的地方，含有许多精彩的历史故事。日本大正时代流行巴洛克建筑风格，各商号融合巴洛克式梵式主义和闽南传统宽甲给图案，其中华丽的建筑就成为了这地的一大特色。来到大溪这边呢，就是要看它这边的百年牌楼。你看这上面呢，有一些胶纸陶啊、剪黏这些技术，都是那个巴洛克时期的风格。不过呢，吉姆尼敏卓带电开打来去一个地方，听说呢，你可以把大溪的美带回家。多大牛也带这里嘞，去到了一块呢。来到老街，除了必吃美食之外，也可以有不一样的旅行方式哦。大溪老街上的牌楼建筑，每个都代表着不同的历史痕迹。旅人也可以借此了解大溪人文、建筑特色、古人的生活时代背景，还有建筑物上的图文意涵有什么关联性呢？哇，就是这里了！来到大溪，如果想要把大溪的这种古早味、那种古色古香的味道带回家的话，就是要来这边。你看到这边这么多宽奖跟装饰品，而且你看，壁上有1斗宽奖跟东西耶。这些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就是在这个古建筑上面的神兽。在这里，你可以透过自己手做宽奖跟模型，了解大溪老街巴洛克牌楼，还有土角砖、川瓦山、斗子器等等的传统建筑特色。把这个放进来就 OK 了。耶！完成我的大溪老街的建筑，拿回家可以当做宽奖给。除了它可以看漂亮之外，它是不是还有其他功能啊？有哦，我们把这个屋顶呢，这个屋顶拆下来之后呢，它可以放手机。哦，就是像这个这样子。对，还有呢，还可以当笔筒。还可以当笔筒。对对对，你要做什么功能？它很多功能可以好用。真的，多种不同功能，而且可以把老街带回家。对，最好的收藏。谢谢。壁上有1斗宽奖给东西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想要为旅行留下特别的回忆，别忘了带个纪念品回家送给自己吧。